你30歲仲未結婚啊？女人咧過咗30歲就貶值噶咯喎，你有冇聽過啊？但係咧，其實點解得女人會俾人咁樣講？你知唔知啊？歷史上咧，女人同奴隸係冇分別嘅。婚姻嘅本質咧係將女人變財產，從父親嘅財產變成丈夫嘅財產。呢個唔係我講㗎，係歷史事實。成個社會咧同緊我哋講，愛情嘅終點係結婚啦，而且咧仲會不斷同我哋講，如果你30歲未結婚未生仔啦，你就失敗啦。咁點解男人冇呢個問題咧？得女人一定要結婚嘅。其實啦，婚姻同愛情係兩樣完全唔同嘅嘢。愛情咧係有溫度嘅情感，婚姻咧只係一堆冷冰冰嘅契約法律財產，唔代表一個人會愛你一世㗎。你可以愛一個人，但係唔代表要結婚。唔好幻想結婚之後相夫教子啊，喺屋企做全職太太，揾個好男人去養。全職太太係呢個世界上最危險嘅職業，因為當你將你嘅經濟交俾一個人，你嘅人生會俾佢操控。今日一句我養你啊，10年後佢會講一句係我養嘅你啊。然而，你喺嗰10年入邊冇做嘢、湊仔、冇收入，其實同一個被困住嘅奴隸有咩分別呢？結婚係一件大事，如果你有少少猶豫，就千祈唔好結。喺簽呢啲合約之前，好好諗清楚，因為離婚咧係一個好痛苦嘅過程。同一個想控制你嘅人共同養一個小朋友咧，係會吞噬你所有精力。我冇反對過婚姻，我亦都好相信愛情，只係唔想俾社會將愛情同婚姻畫咗個等號，令我哋嘅女性變得好模糊啊！無論你有冇結婚都好啦，最緊要嘅係保持經濟獨立。當你冇錢咧，就冇選擇權。我哋可以選擇愛一個人，但係如果段關係令我哋唔快樂，覺得被控制、不被尊重、被出軌嘅話咧，可唔可以走就係取決於有冇經濟獨立。一個有錢嘅女人可以選擇同一個人一齊，係因為愛佢，唔係因為需要佢養啊。婚姻從來唔係愛情嘅終點，其實只係一場賭博同約束嘅開始。最重要嘅係記得一個女人最大嘅底氣係經濟獨立嘅自己。